这心情要过年来看到一年一届的婚林市东乡的保书局纳里亚花花海已经开花，今年拢总33架外花海已经超过70%的花拢开花开甲啊！因为新正年伫要到啊，现场真侪民众赶来到这翕相拍卡，特别是新正年初2到初4要来办头尾3天的花海节，初2下早10点正式上场。 婚林县市东乡海沙里的花海开啊，现场有日头花、有黄色、白色、红色、粉红色的朴树菊，五花十色，实在是有够水的，写真侪民众去赏花翕相。比较密，去年就没那么多，比较密集就对了。除了说有花以外呢，还有那个烟草卷，对，那整体的视觉效果还蛮漂亮。 一年一届的婚林县市东乡海沙里的朴树花海活动正式起鼓，现场唔闹花海，佮有各种的大型艺术，方便民众翕相拍卡。为着省过年的游客，初2早起10点开始，伫主花海区的外大型艺术拍卡，就会当领到2020金翅吊丰年开运金币，含量100分。在浪漫的花海里面，也许可以发现到爱情哦，也许可以发现到真爱。我们今年赤桐花海面积差不多30公顷。 应该是在上个礼拜花就陆续的开。2020市东花海节已经办11年啊，今年花种的面积有33公顷，花海已经开7成，相信到春节花会开甲更加多、更加水。记者综合报道。